我想问一下，关慕云家是不是住在这里啊？慕云呐，慕云去上学了。您是？啊，我姓廖，我是关慕云的班主任，我来做下家访。啊，是老师呀，快进屋。屋里太乱了，您随便坐。老师，是不是慕云在学校表现不好，闯祸了？哦，没有，关慕云在学校表现很好，前段时间呢，篮球比赛还拿了第1名。啊，我是例行公事来做下家访，看看家里的情况。哦，那就好。慕云他爸妈走得早，就是我这一个孤老太婆，也不会教。如果他在学校做错了什么，老师你可千万别生气呀。哦，不会，关慕云在学校表现得很好，很懂事。慕云呐，除了上学还要去打工，我跟他说过多少次了，叫他少打几份工，别耽误了学习。可这孩子脾气犟，说什么也不听，都怪我拖累他了。元哥，最近风声特别紧，我们又有2个兄弟被抓。大店好，别让他在里边乱说。这你放心，只是最近的货就不好出了。先不急，让我想想。下班也起更早。姐，你这是没睡还起猛了呀？把早餐吃了，一会儿我带你一起走。啊。你今天不是休息不用上班吗？废什么话呀！有专车送你，你还不愿意？姐，你没事吧？你看你眼淡，你睡睡吧。我在家里待着也没事儿，我去学校看看。你姐姐怎么样了？我问他了，他也不说什么。可是，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？这事儿你别问了，我来处理。回家以后多陪陪你姐姐。元哥，再这么耗下去，我们的生意就没法做了。废他妈话，用你提醒我啊！最近也真邪了，兄弟几个一出去就被抓，就更别说带货了。就他妈你手下这几个马仔，哪个看着像好人？10个有8个在局子里挂过号。跟你说了多少次，人不在多，要精，素质，都他妈给我注意素质！要是有个生面孔就好了。我，宇飞，元哥，你以前不是在学校弄过吗？是的，元哥。
歉，才下班。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啊？我找你没什么事儿，大周末的我也睡不着觉，想找你聊聊天。姚老师，我听他们说过你，挺好的。不过这貌似跟我没什么关系。喂，怎么没有关系啊？我是高二2班的班主任，你是高二2班的学生啊。我休学了。你休学的事情，你奶奶知不知道？这是我的事儿。你能来学校参加班里的篮球比赛，证明你对班级还是有感情的。可是你为什么不回学校？我有我的事要做。廖老师，我先走了。奶奶，您怎么还没睡啊？我睡不着，就等你回来呢。累了吧？快，烫烫脚。我去给你煮碗面啊。好。快来，趁热吃啊！没那么油和蛋的。您尝尝。哎呀，奶奶不喜欢吃这些东西，快留着自己吃吧啊！您尝尝，好孩子，您尝尝啊，吃过。对了，奶奶，今天下午我班主任是不是来过？是。暮云呐，奶奶知道你出去打工，想多赚2个钱。可是你可千万别影响了学习呀！别着急啊。奶奶，以后学校的事您就别操心了。我明天早晨还要上班，就先睡了。您也早点休息吧。哦，来，我去倒吧。我来，您早点休息啊。请进。啊，校长，没打扰你吧？有什么事吗？哦，是这样，我就直话直说了。校长，我想问一下，我们学校有没有什么助学金之类的呀？奖学金嘛，一直都有，助学金从来都没有过。怎么了？哎，校长，你知不知道我们班有个同学叫关慕云的呀？是休学的那个吗？啊，对，就是他。同学家庭比较困难，正在打工。你看咱们学校有没有可能给他办理一个助学金啊？这个可能要通过校董会，还需要一些时间。好，廖老师，这是我个人的一点心意，拿去吧。廖老师，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这是你生平第一次请我吃饭啊，这个凡事总得有第一次嘛，是不是？哟，这太阳不是打东边出来的，是打西边出来的。说吧，要有什么事求我？你的饭可没那么好吃啊，其实真的就只是吃饭，
如果你非要说有什么事儿的话，我想，应该就是约会吧。你中彩票啦？非要挑这么贵的地方？哎，你说我们两个堂堂的人民教师，总得体会一把这个资本主义的伙食，是不是？来，服务员，点菜。随便点，千万不要替我审着啊！要不你先看看？啊，也好。那我可点了啊！啊，点。服务员，这个不要，其他通通都要。好，回轮。好，停，好。你好，欢迎光临。哦，谢谢。说吧，接下来安排了什么节目？是带我去压马路呢，还是带我去喝汽水呢？啊，冰月，我还有点事情，你先回去吧。好吧。关慕云，你怎么找到这儿来了？我想和你谈谈。我在上班，没时间。那你什么时候有时间啊？廖老师，你已经去过我家了，我家什么状况你也看到了。我有我的选择。我知道你关心我，但我没别的办法。好啊，我知道了。杨哥，怎么样？不错，这件事儿办得不错。哪里远哥？还是袁哥看得远。咱这商场以后开起来了，不仅钱有了着落，会有一地儿放了。哎，运货跑腿的找的怎么样了？很快就能办妥。就几个高中生还搞不定，快点了。哎，等咱们这儿开业的时候，请几个明星，把所有的媒体都给我找来，声势越大越好。袁哥，这样安全吗？你知道有一句话叫“灯下黑”吗？兵哥，听说最近光头党的事情了吗？你觉得他们会去商场啊？这件事情我觉得很蹊跷哎。他们有那么多小动作，不会真的打算从良吧？好，我会留意的。先走了。OK。看什么呢？哎呀，别看了，我饿死了，吃点东西去走。